下人在地前来看台南南区大天府万雄宫，10月27要举办12年一届的大铸就，特别邀请到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明安来主持王船开工点龙眼的仪式。 台南市南区喜洲地区的万丰宫以洪师业主理三府千岁来出名，今年搁再迎来龙年12年一届的王船造就大典，伫咧10月27举办祭典仪式，嘛邀请到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来主持。这个王船出厂，个伫新历10月27下午1点，甲就是咱的国农历的9月25。万丰宫主委表示，这个王船酒店毋那是一个宗教活动，搁较是文化传承。这个活动毋那甲社区的人拢扣过来，嘛，互大家人拢了解台湾丰富的宗教活动甲传统民俗。这个要头咱就这个王船厂就放伫遮后来做，互咱的信徒来添斋，添完斋了后，新历12月初。 就要来送王。标方嘛说明，王船的寸尺甲形拢是这支龙骨木来决定，所以伊的来源甲规格拢需要透过跋杯向王爷请示。欢迎信众来参加喜洲大天府万丰宫12年一科3条王石王船出厂的仪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